今日台灣來看台東縣有路的農業處的官員，因為涉嫌佇糞化農路的工程食錢，予地檢署約談。其中，這農業處長甲前任的水保科長嫌疑上大，檢方是已經申請羈押。縣府強調講會全力配合調查，希望量早理清案情。30半暝，台東地檢署甲台東縣政府農業處5個官員帶轉去透明審問，疑似涉嫌縣政府佇110年提案改善台東市建好道路、農路，佇當地準備要起東營度假村的時陣有污錢。審問了後，檢察官認為農業處長甲一名前任的水保科長道理罪嫌重大，申請羈押。縣府強調會全力配合司法調查，趕緊理清案情。我們相信同仁的清白，也希望檢調單位能夠盡速釐清、完成調查。這條山區的農路已經完工，附近有徛家毛水果園甲農田，疑似予人指控要起的度假村，目前還佫佇個環評的階段。有縣議員捌佇議會質疑這項農路的工程，原本路寬3公尺，率先甲9公尺，明顯甲法規無同。附近的民眾講，路線寬了後，改善大雨排水不良的情形。原早就是有一條路，但是較無遐寬，就是風太大水車水弄掉。這工程2800萬的名義去開闢這條道路，假借農民之需求，這顯然非常不當。目前台東地方法院閣咧開庭審查這件羈押案件，因為這條農路改善的案件是縣議會通過的縣議員提案，縣議會表示會尊重司法查明真相。記者綜合報道。